今天做的甜点是比较美式风格，但是有带一点法式元素在里面，所以我做的是杯子蛋糕。然后可是我们用一点比较法式的法制作，这样看起来比较精致一点。我看材料也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材料都很简单，我不喜欢用太，因为如果你东西要准备很多的话，大家可能就懒惰不想做了。没有错，观众朋友听到一定很开心哈。我们用这么简单的这个材料呢，就要做出让大家非常非常惊艳的这个幸福甜点哦。那我们先要先做的是那个巧克力口味的杯蛋糕基底。对。那材料非常简单，那一样是有液态的奶油，然后是牛奶、糖、面粉跟可可粉跟蛋，就几样而已。那首先呢，我们一样是把蛋跟糖做打发的动作。所以也是不分蛋啦，不分蛋，都是全蛋打发。金手在做甜点的时候，最高兴的其实就是这个不分蛋的做蛋糕的方法，是到最简单。好，那我们把蛋跟糖放一起，都一样做打发的动作。好，我们到底要打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请凯恩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吧。好，我们这是在做这个全打发动作的时候啊，就是一样要注意到有没有办法画出一个疤，能够看到一个疤，然后它再沉下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好了之后呢，我们一样就是要先做筛面粉的动作。那请厨娘帮我拿一下过筛的那个。好，我们这个，因为我们做蛋糕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面粉一定要过筛，然后过筛的时候呢，尽量要分次，不要一次塞进去。然后过筛，我们这样是做大概分3次的动作，然后少量的加进去。我们除了做馒头啦，做面包呢，一般来讲啊，除非是比较特殊的哦，不然我们都不会过筛。但是你只要做蛋糕、做饼干，拜托各位一定要过筛，对，千万不要觉得哎呀，我住在美国很干燥哈，这个不会有粉气哦，一定多少都会有。而且过筛可以帮助它面粉跟食材的融合比较快速，比较好一点。好了之后再把牛奶放进去，这是全脂的牛奶。一般来说，我在做甜点的时候比较喜欢用全脂牛奶，因为全脂牛奶它的风味比较好。对。那如果你就是很在意那个健康的问题的话呢，我就会建议说，那你可以做好之后吃少一点。这是脑筋急转弯吗？他的方法居然说你吃少一点。然后牛奶一样是分2到3次加。所以它就是一下子放面粉，一下子放这个牛奶哈，把它们错开来，而不是说所有面粉都加一起之后才放这个牛奶哦。因为大家常说这个蛋糕好不好吃呢？油水融合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蛋糕有油水分离的状况的话，那蛋糕本身风味就会不好。那如果你少量加的话，它比较不会有油水分离的状况产生。还有呢，我们在做这个蛋糕体，会注意到我们凯恩手上的这个搅拌器呢，不是很粗鲁的，像在打蛋一样，不是哦。我们是像画，从12点钟方向，然后呢到6点钟方向，从9点钟方向起来，然后再转动我们的这个钢盆。没错，就是动作都尽量要轻柔一点，这样的蛋糕吃起来才会。你温柔对待它，就会给你一个好吃的口味。一定要对它轻声细语哦，跟我们养小孩一样哦，轻声细语。所以之前常有人跟我说，我们在做甜点的时候啊，要保持一颗愉悦的心。保持愉悦的心的话，蛋糕才觉得它比较好吃。这是真的，是真的耶。我自己深有体悟啊。比如说你在很赶时间，或者是说你。就是说心情不是那么的舒坦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想说我现在赶快来做一个什么甜点嘛，真的做出来的东西真的一点都不好吃。对，真的，蛋糕也不美了啦，然后也不好吃啦。对，就其实你做的已经再熟悉、再习惯的时候，你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，一样是会有这个状况发生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要把奶油放进去。那我们今天做的是可可粉口味的蛋糕体。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把可可粉放进去呢？是因为我想要把可可粉放到奶油里面。你这个奶油还有一点温度吗？对，还有点温度。它也是液化的奶油。是。那为什么要把可可粉放在奶油里面呢？
通常我们在做，比如说我们直接把可可放进去的话，很容易有结块或拌不匀的状况发生。可是因为可可粉它本身跟奶油的融合性很好，它都很油啦。对，其实你不要看可可粉是粉哦，它非常的油脂其实非常的高。对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油跟油嘛，同气相求，就让它们两个呢，先稍微呢互相寒暄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放到我们的面糊里面来。没错。然后再看它的就比较没有结块状况发生，就会融合得很好。所以我们的配方呢，其实真的，我刚开始学烘焙哦，尤其是新手哦，我都不建议大家把那个配方呢换来换去的。应该说，通常我们拿到食谱的第一次制作的时候，我都会先按照食谱做。我要知道它做出来会什么效果之后，我再去做调整，这样会比较好。乖小孩，其实老师最喜欢这样的学生。有时候人家会说，可不可以换配方？没有不可以换配方，但是绝对可以。对，但是先了解到每个原料的用处，跟你打好你的基础之后，再去调整配方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就是真的叫做零失败啦。对，因为这都是靠经验去累积的。这样子我们的蛋糕基底就完成了。要静置吗？这个基底不用静置。这个不用静置。OK。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挤花袋里面。我们除了那个原本的这个铝箔的，对这个造型之外呢，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垫子哦。对，其实它主要是要放在纸托里面烘烤，可是它烘烤之后，它纸托会散开来，所以你需要一个容器把它给固定住。好，那我们就在每个里面大概挤到20克左右，大概6分满就可以了。6分满哦，千万不要哦，就是说。我很慷慨，我要表示呢，我非常好客，然后就把它呢挤了很多，到时候真的就是叫做熔浆啦，像火山爆发一样，对，看起来一发不可收拾。而且这样子厨房很容易很脏，但看起来就不好看了。这个好了之后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放进烤箱就可以了。那温度呢，我们说170度，170度，其实不是很高的温度哈，然后要烤大概15分钟左右。15分钟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把这个蛋糕体呢放到烤箱里面去烤的时间呢，我们就要来制作呢，所谓它上面的 topping 哈，就是说，我们上面的这个装饰哦，因为整个蛋糕体出来，你说这样子也不好看嘛，对啊，好，那一定要有一点装饰哦，那是很重要的，我们要 cream cheese。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2种 topping，一个是 cream cheese 口味的奶油霜，一个是巧克力口味奶油霜。它这个味道比较讨喜一点。那因为 cream cheese 本身带有一点酸型的味道，所以吃起来比较不会腻。那首先就是要把 cream cheese 放到室温软化之后呢，再继续做操作。如果它太硬的话，不好打。就把 cream cheese 放进鲜奶油里面，还有糖一起做的话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没有什么顺序了，全部加进去就好了。那重点就是在于那个 cream cheese 要软化。所以如果家里有电动打蛋器的话呢，就可以用电动打蛋器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就一定要记得把 cream cheese 软化掉才可以做。好，闻到香味了哦，浓浓的这个浓情巧克力要出炉了哦。你大概烤15分钟之后，它就会有个膨胀的效果，它就在虽然我们刚才说挤6分满而已，它就会有满模的状况。那我们等下就把它就是倒出来放凉就好，但是要记得，就是它一拿出炉的时候，你要立刻把那个壳给脱掉。如果你没有立刻脱模的话，它这个底部就会湿湿的。等它放凉了之后呢，再准备装饰的部分。所以要等它放凉哈。好，等它凉了之后，我们就要来把它呢变得更加的呢诱人了。没错，就是把它上妆。对。好，我们可以先挤一个螺旋状的，像玫瑰一样，然后或者是你可以挤比较像是一颗一颗的。这个小花的，我们在一般的那个生日蛋糕上面很常看到，对不对？很常看到这个状况，对。这个很简单哦，所以观众朋友不用很紧张哦。那比如说还可以挤像是，比如说是多层次的，好，这是比较常见的几个挤花方式。对。再来我们会做就是巧克力的奶油霜。OK。用一个比较大的花嘴。这是我想要换一个造型。我就套一个小花嘴上去。直接套上去啊？对，然后用手就变成圆形的。然后如果你又想换造型的话，你再换一个花嘴，你就不用一直换挤花袋。好可爱哦，这是扁嘴的，对不对？不同，你用不同的花嘴不同的形状，这样，这样你就不用一直换花嘴，还是换花袋，很麻烦。就直接把它套上去就好了。就可以了。但是你要记得它是大小的差异要有，对。
哦，这样子的一个杯子蛋糕，你说如果今天小孩子的这个同学啊哈，大家来开这个 party 的时候啦哈，或者庆生的时候拿着带走，我现在不想吃，我回家跟父母分享都可以哦，所以非常流行这种杯子蛋糕。所以观众朋友呢，有兴趣的话，一定要把它学起来，因为非常非常的简单。很高兴他带来这么可爱的杯子蛋糕。我们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观众。